全联盟战绩排名第2好的暴龙队，面对迈阿密热火的比赛中，全队有8人得分上双，替补上阵的林书豪表现全面，不但得到11分，还送出2次火锅，让暴龙以21分之差打败热火。空中鸟瞰迈阿密街景，大楼制比0次，多伦多暴龙队来此做客，开赛就力压地主队。不过热火老将 Wayne 宝刀未老，先是成功抄截，然后来个迷踪步，双手灌篮 ，Bravo！ 全场欢声雷动。面对全联盟战绩第2好的暴龙，Wade不让客队专美于前。只是暴龙在 Kyle Lowry 的穿针引线下，先发5人得分都在2位数，好个 give and go。Siakam 单手扣篮，拉大两队的分差，这还不够 ，Siakam 现在要投桃报李。球赛播报 ，Lowry 的3分球，马上来一个。Lowry 这场比赛拿下全队最高的24分，虽然伤愈复出的 Dragic 还以颜色，但是挡不住 Lowry 这个假投真传的助攻。林书豪3分线外大空档 ，Bingo！ 替补上场的林书豪3分球也来一个，贡献11分，而且表现很全面，无论是篮板、抄截，还有这个 No Look Pass。给了 Anunoby 爆越篮筐的机会，暴龙全队8人得分上双，中场125比104带比分拿下胜利，笃定进入季后赛。